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又是犹犹豫豫的一天呢表面上看胡适还可以但实际上涨也涨不动，跳也跳不动，是一种尴尬时刻三大指数小幅上涨，市场全天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涨0.11%，深成指涨0.52%，创业板指数涨0.61%。关键的继续缩量，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52万亿，你看很快就要到1.5万亿以下，说明有大量的资金已经开始消退撤出，给人感觉是在等你讲一个新的故事。如果没有新的故事那恐怕下面怎么走就很难说了这个一共是2980家上涨，2199家下跌，也就是涨跌基本上都一半。考虑到这个很多大盘权重股是在里面稳住指数实际上很多小盘股、热门股这个下跌还是比较厉害的，也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你稍一踏错，损失惨重。为什么说这个走的不好呢？今天这个成绩你不能不说它跟港股还有关系。如果不是港股这么强劲的话，要么是衬托出胡适不行，要么就是这个大家不信任胡适。你看3月18号港股三大指数全天强势，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2.46%，恒生科技指数涨3.96%，恒生国企指数涨2.79%，科技股全面上涨，连百度都涨了12%。这个百度今天还陷入一个舆论漩涡，咱们一会儿再说百度还有一个瓜阿里巴巴、京东都涨5%以上，B 站都涨了4%。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看港股可是称得上是暴涨那恒生科技股涨3%嘛，但是你看咱们这边只涨了0.11%，而且成交量没有放大。如果港股要是没涨的话，或者港股下跌，你就知道胡适他会怎么走。所以给人感觉胡适是在酝酿那种就是要选择向下突破现在只是在观望，因为港股走得太好。港股为什么走得太好呢？最近这个海外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这种推崇是越来越厉害。这个央视网报道说，近期不少上市公司接待的机构调研队伍中，外资机构正在增多，还有些海外投资者已经开始了加大对中国资产的投资。高盛的报告指出全球投资管理公司最近越来越多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交易，包括新股发行和配售。随着中国资产性价比凸显，国际长线资金流入将延续。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字显示，2月份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达127亿美元，也就是2月份增加了127亿美元。但是他没有说股票多少，债券多少，是不是都买了债券？这个也不得而知总之外资现在是纷纷看好中国资产。那么外资要看好中国资产，首选那当然是港股因为香港它没有外汇管制进出自由真正进入咱们胡适的那是少之又少因为它要经历各种这种叫外汇管制配额，它才能进得来，要审批。所以当外资看好中国资产的时候，那港股它成了首选。然后这个你看日经中文网报道说7巨人或带领中国股市继续上涨。他这个说的中国股市更多指的是港股这个法国兴业银行2月底将中国的主力股票命名为7巨人，7家企业分别为腾讯控股、阿里巴巴集团、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集团、网易。这7家高科技股票2025年市值涨跌率大幅超过了美国7巨头。全球投资者正面临抉择，面临是否参与 DeepSeek 横空出世后开始上涨中国股票的决定。据日本经济新闻署名叫土居伦自北京报道称对中国股票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而7巨人带领中国股市继续上涨，引人关注。据瑞士金融集团瑞银策略师孟磊如此表示，由于 DeepSeek 给人工智能带来变化，全球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股票。他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股票的估值将会上升。截至3月13日，按日元换算，7巨人合计股票市值已达214万亿日元，比2024年底上涨约26%。他说的就是这7家上市公司由于 DeepSeek 的崛起
以及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同一时期，美国英伟达以及等七巨头合计市值下跌了约 17%， 中国七巨人之形成鲜明对比。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已经超过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大型国有事业企业中国石油，小米和比亚迪的市值也在逼近中国石油。关于这个所谓的七巨人啊，我是怎么看待的呢？有很多网友应该知道啊，会员朋友，2022年大概6月份吧，或者是5月份，也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啊，我在会员节目里面推荐，对吧？有条件的去买阿里巴巴、京东或者是腾讯。当时啊，这个纳斯达克里面你是可以买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我是建议大家抄底，然后翻倍，对吧？拿个5年翻倍就可以走。我记得去年好像它就达到翻倍了，就阿里巴巴，因为当时好像我推荐的只有60多美金。去年好像我是听说翻倍了，我也在会员节目里面建议啊，翻倍了就走吧，挣多少是挣的，你都赚了1倍了，你后面就无所谓了。虽然我蒙对了啊，但是我推荐的逻辑啊，跟现在这个日经还有法国金融公司啊，它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说这个看好啊阿里巴巴、京东，因为当时啊，我认为第一个他们是超跌，是跌过头了，当时是闹中美啊这个审计底稿的事情，这个纳斯达克中概股有退市的风险，所以那个市场就狂杀。我判断是不会有退市风险。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未来经济复苏啊，就是中国经济复苏，那京东、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公司啊，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也就是他们是有优质资产的。那随着经济不行，他们也股价下跌，但是未来5年一旦经济稳住了，率先复苏的恐怕就是这些平台公司。所以我推荐啊，买这个腾讯、阿里巴巴还有京东，对吧？拿到翻倍为止。但是今天啊，这些美西方这些机构啊，把这7家公司也叫7巨头、7家科技公司啊，很明显就是为了对标美国那个七个科技股。这个我觉得大家自有判断啊。你这么对比的话，那印度也有7巨头，对吧？日本也有7巨头，哪个国家都有。唯一不同的是，美国这个科技7巨头，人家是全球性的，苹果，对吧？人家是迈向全球，英伟达也是迈向全球，只不过是什么有禁运，是他们政府不让他卖，对吧？谷歌是不是提供全球的服务？那你说我们的高科技公司这7巨头，京东是在哪儿卖东西啊？阿里巴巴主要在哪儿提供服务啊？阿里巴巴的海外扩张都已经差不多都收摊了。那腾讯呢？它的微信也只不过是华人世界。你小米倒是挺活跃，对吧？它在印度啊，对吧？在海外也有布局，但它说来说去就是个制造业啊，那跟这个苹果能比吗？还有网易，那就更不知所云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外媒啊，外国机构它可以这么夸，对吧？吸引海外资金，对吧？他推荐海外资金啊，这个所谓的机构都是中介啊，说白了本身就是中介。他夸外面的资产标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能募集更多的钱，好去投资啊。因为他也需要讲故事啊，他如果不讲故事，他如果投资的标的不好，那谁愿意买他的基金呢？谁愿意委托他去理财呢？对吧？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还是英国的媒体，他在当地宣传遥远的东方，对吧？这个有那个资产要涨价，也很厉害啊，人家也有7巨头啊，他们才能他那个私募产品，对吧？他们的理财产品基金才能发得出去啊，别人才会去通过他去买啊。不可能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他跑到香港去开户啊，甚至跑到 A 股来开户，他跑这儿来炒啊，那不可能啊，对吧？他都是在当地买那些基金、理财产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别的媒体人家可以夸你，但是你自己要清醒，不要人家一夸你就当真了，对吧？把这个咱们的这个腾讯、阿里巴巴、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跟美国的那7巨头相比，相提并论，这个当心被捧杀呀！当然了，有捧，对吧？就有踩。捧这个中国资产，那就有踩这个美国资产，对吧？美国在衰落，这个踩美国的、唱空美国的可不是，对吧？这中国的机构啊，是美国人自己。摩根大通谈全球格局巨变，美国例外在衰落。它这个特别长啊，它的意思就美国大通啊发布研究报告，分析全球经济的格局变化。该报告指出，美国例外论光环正在消退，而欧洲则有可能迎来新的增长机遇。说联合国最新报告预测2025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 2.8% 滑落至 1.9%。这个摩根大通的美国衰退论
正好啊，跟美国的那个财长叫贝森特啊，他已经对记者啊，他说了，美国不排除衰退，也就是人家从官方到民间到机构，哎，都坦然的面对或者叫认可美国在衰退，对吧？也不避讳，哎，你这机构啊，说美国在衰退也不算唱空啊，也不用挨骂，人家大大方方承认了，我们就要衰退啊，所以美股你看看啊，是不是在下跌的非常厉害？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现在有一部分资金啊，确实在找出口，也就是美股它不再安全了，那它总有一部分呢，它要配置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正好这两下一拍即合，那么就有一部分资金要到港股配置这种最近炒得比较热的科技股，所以这个港股恒生指数走得非常漂亮。但是这个是短期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我觉得值得关注啊。现在还有人谈什么 Manius 吗？还有人在谈什么 DeepSeek 吗？似乎热度过去了，对吧？那个 Manius 是每天500个什么体验码，那个已经炒到好几万一个了，现在到哪一步了呢？还有人关心吗？对吧？ DeepSeek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除了诈骗电话，对吧？除了这个搞诈骗的，到底解决了就业还是提升了经济？那至少现在根本看不出来。当然了，也有人在炒作 DeepSeek 啊，那就是美国人。那美国好像要宣布啊，在那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设备上也不准部署这个 DeepSeek，这都是在做广告啊，这都是一种炒作。有网友评价啊，不要忘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棉花，却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差的卫生巾，对吧？这就是个奇幻的世界。我们的新疆棉不是质量最好吗？长绒棉，但是我们造出来的卫生巾啊，却可以世界上最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经济日报啊发表文章说啊，上市公司不是大股东的提款机，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不够健全，内部控制不够完善，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缺乏有效监督。为了更大力度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监管层近期明确表态，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研究出台更多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应招实招，推动形成中小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控人等关键少数有效制衡的机制。此外，还将推动出台背信罪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监督条例，加快修订证券公司监管条例等，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有效的联合惩戒。监管部门正在通过强监管加严追责加优治理组合拳破解资金占用难题。上市公司也在积极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不断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唯有构建起不敢占、不能占、不想占的生态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但是它有一点啊，它很难解决，就是大股东啊，他的股份多，一般的只有20%以上，对吧？有的甚至达到40%，一般的控股都是30%左右。那言下之意还有70%是公众股东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所有的人，从董事、监事、独立董事，那全是大股东推荐的，大股东提名，然后股东大会一投票，因为大股东的票多，有相对优势，所以基本上是大股东操控了董事会。董事会呢，也他们来任命，对吧？这个管理层，什么总经理啊、副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那你说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人不都得听这个大股东的吗？那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大股东30%的票就能控制整个公司呢？这就是中国啊所谓的上市公司治理的悲哀之处，就是还有70%的那些公众股东，他根本就不投票，他也不知道这公司股东大会是干什么。实际上他是可以投票的，对吧？你要对这个董事长对这一届董事会不感兴趣，对这个提案不感兴趣，你认为不好，你给投个反对票，大股东提名的人就过不去。但是把票给你了，你也不投，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很多散户觉得我就是炒一个股，我管你这事，我早上买了，第二天就卖了。你看，就是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他炒股2年了，从来没说他参与哪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了，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啊，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投票，就是票给你，你也不会投，你也不会行使权利，所以那就是大股东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中小散户联合起来，那还有70%的票呢，那大股东根本就干不过。但是现实它就这么残酷，中小散户不可能联合起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董监高都是大股东任命的、提名的，那你说他能不为大股东干事吗？你不干就把你弄走了，对不对？你要是不执行大股东的这个意图，他就把你
辞掉了，对吧？换一个愿意干的啊。就这一点呢，我们跟那个美的也不太一样。我看马斯克虽然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实际控制人，但是他的工资，对吧？他的薪水，他的那个叫什么奖励，他也要通过打官司才能得到。就是说他投票好像他作为实际控制人，居然投票都没通过，或者通过了被别人起诉了，也交到法院去判决。这个什么意思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也就是说不是马斯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即便特斯拉这样的地方，马斯克是大股东，或者是他是实际控制人，他也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在中国啊，实际控制人就是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有效的制衡。在美国反映出来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制衡你，这就是两个不同。所以中国的上市公司这大股东那就是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当然了，如果监管部门啊要加大惩罚力度，对吧？要追究刑事责任，对吧？这个什么背信罪，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对吧？你要敢替那个实际控制人背黑锅，你就要坐牢，你敢吗？那很多人恐怕就不愿意了，倾家荡产还要坐牢，那图什么呢？以恒大为例，恒大那么多人为什么要为这个许老板马首是瞻？那么多人他不知道这些都是违法的吗？都知道，对吧？你要不为许老板马首是瞻，那你就走人吧，对吧？人家换一个。就咱们不要说普通的这个金融消费者、小散户了，连很多基金机构啊，他都不参与上市公司那个治理，就他都不投票。你大家心态都一样的，都很浮躁。我来是赚差价的，对吧？我12块买进的，涨到18块，我心满意足，我跑了。就是你这公司在干什么，对吧？派谁当董事长，这关我屁事，反正不是我，都是这种心态。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锦老师啊，刚才已经说了啊，胡锦老师写了这么多小作文，从来没有写一篇，他如何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比如哪个上市公司开股东大会，他参加了。股东大会不一定要到现场参加，你在网上，你在那个交易软件里面就可以投票，投赞成票、反对票，可以发表自己意见。胡锦老师买了很多股票是不动的，他不是耐心资本吗？那你买了那只股票，那只股票股东大会每年都召开的，也就是胡锦老师这样对社会热点事件、对国际政治，对吧？地缘政治、外交侃侃而谈，但是对他自己的权利那也是漠视的，那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那最近啊，这个百度啊又上了热搜啊，风口浪尖。所谓何事呢？就是百度的一个副总裁啊，他女儿好像13岁吧，也是饭圈的啊，是大概是张元英的粉丝，大概在那个饭圈里面跟其他的人呢对线。这个事情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大家自己去看。好像这个百度副总裁的女儿呢，她要给人家开盒，也就是泄露这个别人的这个隐私，导致别人呢，这就是跟他对线的那个人好像就账号被迫关闭吧，被骚扰的不行，网暴嘛。结果他自己信息也被泄露了，就是他自己在暴露别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导致人家很多人网友找上门了啊！原来啊你是百度副总裁的女儿，原来你爸月薪22万，一下激起了网友的这个仇恨呢，这不是拉仇恨吗？妥妥的啊，就是这个舆论就铺天盖地的，再加上百度对吧？大家也知道这个名声啊本来就堪忧啊，前面那个百度的什么公关女1号位那个什么副总裁，刚把打工人呢给羞辱一番，什么秒批对吧？辞职什么就我来是培养你还是什么？总之啊，就是已经 PUA 广大的牛马了。这又来一个副总裁，所以大家就联想对吧？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百度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形成了一股对百度的一个声讨。眼看这个舆论啊越来越上来，这个百度的副总裁啊，他发了一个道歉，他说最近啊，我13岁的女儿在网上与人争执，情绪失控下，把海外社群网站上他的他人隐私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进而导致自己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引发大量负面言论扩散。作为父亲，未能及时察觉并引导他正确处理问题，未能及时教会他尊重、保护他人及自己的隐私，我深感愧疚。针对此次事件，我已与女儿沟通，严肃批评了他的行为，在此也向所有受影响的朋友郑重道歉。作为未成年人，女儿的心智尚未成熟，在冲动中做出了错误决定，伤害他人的同时，也因这场风波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与伤害。在此恳请大家停止扩散相关内容，给他一点改正和成长的空间。说再次致歉，并感谢大家的理解与善意。这个百度这个副总裁好像叫谢广军，他这个道歉啊也没什么，对吧？他女儿犯了错误，当爸爸的道歉，这也说得过去嘛，说明他态度还可以。但问题是网友说啊，你跑到朋友圈道歉，你道的哪门子歉呢？因为朋友圈里面那是针对
对吧？特殊人群的，就是朋友圈里面都是你的熟人，你不是向公众道歉，对吧？你女儿伤害的是公众，不是你朋友圈的那些朋友，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你女儿伤害的是包含但不限于朋友圈的那些人，结果你跑到一个，对吧？这就相当于你女儿在外面干了坏事，结果你跑到你家里跟几个亲戚关起门来道歉啊，这搞得还有点那个家丑不外扬的意思。所以这个网友啊，这个舆情啊，不仅没有随着这个百度副总裁道歉呢而消下去，反而这个更加高涨，大概就这么个事啊。然后胡静老师啊，他做了个评论，他说我非常理解百度副总裁谢广军替13岁女儿道歉，并且恳请公众给他女儿一点改正和成长的空间心情。哪个父亲在这种时候大概都会这样做，即使给自己招骂也在所不惜。然后下面胡静说啊，当公众对此不买账是铁定的，大家太痛恨网上暴力的顶级版开盒，用反开盒以暴制暴，而且打中了一个大的，很解气。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情绪释放是市井正义爆炸所产生的自然冲击波，它针对了这位副总裁和他的女儿，但更针对了任何对他人开盒而被揪出来的肇事者。需要指出，开盒已经涉嫌违法。这个胡静老师最后啊，他说啊，一位父亲在13岁未成年女儿犯错后，想给予她一点保护，一边道歉，一边向公众求情，而公众想要惩罚他们最痛恨的网上开盒被逮住的肇事者，并迁怒他有身份的父亲。后者22万月收入加剧了网上情绪，这两个线索在碰撞，后者的力量无疑更强大。他说，对社会来说啊，开盒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批判，潜在的攻击者也看到肇事者的风险。此外，优越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再一次敲响警钟，这是真实的社会生态和逻辑，无论愿不愿意，每个人身处其中，需要认知它，与它和谐相处。最后胡静说啊，网络是江湖，明枪暗箭，善恶共舞，但是不害人，无论线上线下都是做人的底线，害人者终究会把自己也置入风险中。这个胡静老师最后说的是害人者，不知道这害人者指的是谁啊？我在想，有可能胡静老师这个时候想起了他的这个老朋友啊，加德老师。其实胡静老师虽然啊举起了加德老师的这个大旗啊，对吧？时不时挥舞一下，也挺一挺额爹啊，给额爹洗洗地。但是啊，他并没有忘记啊，这加头是他的对手，对吧？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敲打一下对手。这个文人墨客啊，这就是最乐此不疲的，落井下石啊。那这是这些文化人的这个基本特征嘛。光打倒还不行呢，还要踩上多少只脚啊，还要斗臭。所以他一有机会啊，就捎带对吧？这个讽刺一下啊，敲打一下加头。哎，这个我不是瞎说的。你看那个胡一进老师禁言的时候，加头老师是不是也是一有机会就敲打一下我的老朋友老胡？哎，这个他们俩人彼此啊，就是谁也不比谁厉害，就是乌鸦站在猪身上啊，谁也别笑话谁。所以我认为他第一个，他恐怕是敲打一下加头老师，然后后面他又说谁呢？终究会把自己置入风险之中。对于百度副总裁这女儿这个事情啊，我的看法跟其他的不太一样。首先它有两个不同啊，如果我就举例子吧，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是一个央企的高管，他的孩子如果犯了众怒，你比如说前不久对吧，也哪个银行的行长的孩子对吧，说他要继承家业，这一下大家炸锅了，这个能理解啊，这个炸锅是正常，因为那个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对吧？你那个行长充其量也是个公仆，你凭什么继承家业啊？继承银行对吧？这是公权力。你看也是涉及小孩，那个对那个呢，咱们肯定是批评对吧？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就是百度这个事件里面，百度是个民营企业。第二个呢，又涉及了未成年，因为未成年咱们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对吧？未成年人犯了错误，哎，那个要继承银行的那个小孩，他没有犯错误，他只是有这个想法。那这个开盒的啊，对吧？暴露人家隐私的这个恐怕是违法了。哎，当然了，他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怎么办怎么办？哎，大家批评呢，我觉得也能接受，毕竟你犯了错误，但是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尤其是胡一进老师这样的啊，专门拿人家这个高收入说事，这个是不对的。你如果他是央企，你这高收入，那我们得好好问问，凭什么发这么多钱，对吧？一个月发22万，为什么？但是人家百度是私人企业民企啊，他爱发多少发多少。这李彦宏高兴，他给他发100万一个月，那也是李彦宏的事，就你不能拿这个说事。如果拿这个说事，说来说去啊，还是一种仇富心理在里面，挑起这种对立啊，对吧？这已经脱离了事情的本身了，对吧？网友你可以责问这个李彦宏，你凭什么给他发22万？李彦宏说关你屁事啊，我喜欢，啥都结束了。所以说这就是给小孩啊误入饭圈，然后被饭圈毒化，在网上给人怼啊，充其量就这么个事情。它反映的是饭圈文化，对吧？应该怎么样整
整治这个饭圈文化，这是当务之急啊！在这种饭圈文化之下，无论你家庭条件多好多差，你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对吧？你只能这么理解啊。胡锡进老师应该呼吁，对吧？要对饭圈文化下手，但是胡锡进老师他没有呼吁啊整治饭圈文化，反而呼吁是什么？是看见网友网暴，对吧？对这个百度副总裁下手，他感到幸灾乐祸啊！毕竟啊，你说这个人家的月收入是胡锡进老师退休金的10倍，这个心里确实难以平衡啊。这胡锡进老师曾经也是位高权重啊，对吧？这级别也很高的，结果现在2万1个月退休金，哎，虽然跟农民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你要跟百度这个副总裁一比呢，差了11倍，心里不好受啊。所以胡锡进老师认为啊，你看网友网暴他攻击他还是有点道理的，加剧了情绪。那胡锡进老师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你收入高，所以大家更生气。但是我也想提醒胡锡进老师注意啊，你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你那2万的退休金也太高了，因为你要跟农民比起来，农民可是120，现在140，对吧？这退休的农民有2亿人呢，哪天这2亿人如果网暴胡锡进老师，那也是情有可原。按照胡锡进老师这个逻辑啊，那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就事论事，对，一码事是一码事，没有必要跟这些什么收入挂钩啊。人家是民营企业，爱怎么发怎么发。相反，对吧？你拿着国家的大头发的，那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要公开透明，要公平合理，要公正。也就是说啊，胡锡进老师的2万和那百度副总裁的22万，哪个更公平呢？我觉得百度的那个22万恐怕更公平。公平不公平不是看绝对数字，而是看这个钱谁出。胡锡进老师那2万的退休金，那有你我的血汗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